怡和傳出向長和洽購百佳，計劃同惠康合併呢單新聞，你應該實聽到，但你可能冇見到嘅係呢個零售寒冬，連一向年神機妙算嘅李嘉誠都好似準備唔切咁。惠康百佳呢件事最令人毛管動嘅係，其實12年前百佳都曾經傳過賣盤，當時個估值係依家10倍有多，有230億到300億，但據說成哥認為買家唔到價，最終單雕無疾而終。轉個眼呢10年經歷咁多嘢，今次傳嘅估值已經得返20億上下，即係話縮水足足90%有多。對比出售中環中心嗰次嘅手術刀級精準操作，今次怡和有冇機會擺脫接成哥貨嘅詛咒呢？嚟到呢度講個題外話，你估下呢單雕傳出嚟後最唔開心係邊個？估計係京東劉強東，啱啱就喺剛剛半年前，京東收購佳寶，作價40億，即係話有230間分店嘅百佳，估值20億，得90間分店嘅佳寶，成交價係1倍40億。雖然佳寶自製鋪多，但始終有比較就有傷害。京東睇好佳寶嘅係廉價品牌定位同冷鏈，磚頭反而係配角。返嚟百佳，成哥今日一折價都肯同怡和傾，其實都係零售寒冬嘅真實寫照。百佳生意屬於長和，其他零售一 part，上年成 part 只係貢獻1.67億 EBITDA， 對於成哥嚟講真係好雞啦。今時今日香港人北上消費，再加網購盛行，就算唔計內地巨頭供港，本地平台都越嚟越流行，送貨上門，撳個掣點都舒服過自己落街搬貨。零售真係大不如前。2023年惠康百佳加埋市佔率接近90%，但依家計埋網購，市佔率已經腰斬到50%左右。全港零售超市幾乎都陷入蝕錢寒冬，759蝕3000萬，Aeon 冇企永旺蝕3億，U 購100間分店幾乎唔見晒，大昌食品市場索性全線執笠。所以昔日個餅夠大，百佳惠康仲可以鬥餐死，但今日餅細咗，大家都要諗後路。百佳惠康港澳加埋有600間分店，密集到足足七仔嘅1100間一半，梗有半間喺左近下。大環境吹逆風，圍爐取暖，搞合併亦無可厚非。而如果一旦落實合併，分店網絡相信係第一個整頓目標。街頭一間，街尾一間，嗰啲位置重疊嘅鋪頭就肯定要整合。除咗員工生計受影響之外，業主收租個算盤必然亦有影響。貨物售價受網購挑戰，相信短期都難以大幅加價，但800折搶客日就未必要密密做，而供應相對上假費就會更加無息。講到最尾，百佳惠康係咪合併，仲有好多未知數，大家都冇水晶球。但喺寒冬之下，零售業併購、縮鋪、執笠，百佳惠康已經唔係第一個，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